接下來，你來看到口語測驗、口語表達嘅題型。這種題型要分做短解、和長解兩種題目。我們先來練習短的題目，大概要用6到7句話來回答。準備的時間有30秒。我們要照題目的指示，用客家話來回答問題。比如講，你想愛買一台新嘅電腦，唔夠錢唔啦，你運用版老屋下人參詳，你下你就愛上看啊，運用版來回答。第一，跟什麼人講？第二，講什麼事情？第三，要怎麼做？第四，請求回應。接下來，我們來練習一個口語表達的題目。你想愛買一台新嘅電腦，唔過錢唔啦，你運用版老屋客人參詳。我們可以試着這樣回答：不用啊，你幫我用電腦做樣片，總係遲到你屋下嘅電腦太舊咧，速度太慢咧。我想愛換一台功能下強、速度下急嘅新電腦。唔過假使有一小個，我收行嘅錢唔啦，就得先將我2萬毛，兩到年終獎金，就連本大2萬不二就得毛，拜託啦，10萬二。所以我們可以用客家話的特徵詞來回答，比如倆寶個總係唔啦走得毛等等，這樣講出來的語句就很有客家味哦。